现在火车司机人长期在压力安大的环境做事，人力问题无改善，司机人实在为难唔好的。过年以前，火车司机人联谊会发动全台湾1000个位司机人联署，打算2月14日的林田港起事，为替火车通过平高土架下减速到60公里，用平静的抗议来表示伊人长期的不满。虽然最近美团台铁大合达成共识。不过，研究的问题，像人力不足啊、路线安全也都一张张推荐出来。之所以大家都受不了，才会有做这个动作。政府你不快点解决，他不只受不了，还会要发生大事情。2月14日，全台湾有1000个位火车司机员，对打造头一标树林而去花莲的查标开始，经通过平高土，早期每次按价公台时速度60公里，大约是正常速度的一半。司机员用一种平静的抗议来表态家的不满。你政府你的一整个政策是有待检讨的。所以今年过年之所以会有发生这个问题，当然平交道就是一个惊吓事故哈。我想这也是让司机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。有人在施工，为什么站务局没有通知工作人员？那是2条人命呢。去年7月的台铁一标自强号伫台中龙江站从事2个土办公，今年3月的检方认定司机业无照规定做到危险危险，韩国危险糟糕，中央副高审指示催起诉，一度司机业不服，也把司机没可能出台铁人力唔大，连带产生的安全问题。台湾的台铁的司机业是一路都要看着两边会有闯进来的东西，等于说他要很专注，要忽然一打，这对他是很大的压力啊。你人力是非常严重的缺乏，可是政府很死板呐，就说中央组织精简，然后就要照这个政策去组织精简。可是我是一个企业，我是一个事业单位啊，我事业单位一直在扩充的情况下，我怎么不能精简？台铁当日在定一层又一层太马村的人客出出入入来来去去，过熟24点钟都会有人来领班。年长日久，见到司机员的负担实在太过重诶。在睡眠方面比较不足啦，而且在平常路上遇到的状况非常多了，最大的压力就是这样子啦。在平交道方面啦、路线方面啦、各方面，因为现在都只有一个人在乘务啊，所以说会了很大的注意力在这个工作上。一路我自己开2年多了，然后一路最辛苦就是早晚班的问题，我们作息很乱，然后有可能接早班车会睡不饱。成败唔正常，唔但像卡到这个司机员卡唔赢，卡后生嘅每家的牙健想办法有关。尤其也按多年来台铁新增加一度查头、设批查重亚头，人力同太二三无天天增加。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薪水还不错，但是其实都是靠加班换来的这样子，对啊，就是牺牲了跟一些朋友啊、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样。你要想，光台铁这几年买的车辆多少？17组的普悠玛，然后27组的800型，就44组，一组是8台，还有路线增加那么多，电车线增加那么多，都要养护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备份的能力哦，然后还要去借公休给他借出来，还要主管去替班，这都凸显什么？你政府你只一直看配合地方啦、民意代表的需求，一直开车，一直买车，可是你内部的能力的问题，你都没有去用心要解决。台铁教授新增20条司机业会在高点里都落起来，减慢速度，造成动态影响。故作同工会大厦以为共识，交通部会出钱来同台铁局争取，会加强1328人，今年会加强132人。不过，项目工业调会加强人，台铁局会先拿退休同离职员工的签约补足来。3月初就宣布，今年第一阶段铁路铁口的签约总共有730例，还没继续争取会补人。当然，人力不足不只是司机员，那司机员因为他没有替代性，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就感觉上人力特别吃紧。
我们本来的编制名额是1559人嘛，那我们现有的员额是1172人，那当然这个都不足，都不足，所以我们会今年104年的部分，我们会再增加42个名额，这是我们目前最短期的部分。那长期的部分，我们会增加到200多名。就是他要开前进还是后退？头摆大家总会知道台铁的头路稳稳，尤其係司機員嘅業績暗高，大擺考試都忘記當年去搶。大家唔了解嘅係，司機員當日上班壓力動態，當分當秒都驚會有乜嘅事情發生。我想最簡單，電路它如果在測試，我要測試這個平交道柵欄有沒有正常，我大概用短路模式嘛。可是他在做短路模式的時候，應該在平交道是要有人在那邊瞭望的，有人在那邊指揮的。可是你現在人力不夠，可能就這樣，也沒有，再加上這幾年新進的人，大概經驗也不足，就這個部分可能就忽略了。這一忽略啊，就會產生很危險的一個情況出來。他們懷疑說，整個平交道的系統設計是不是出了問題？那這一件事情的話呢，在路局的電務處的這個專業的這個說明以後呢，應該是可以化解掉。很多時候，不容諱言在台灣有些道路使用人呢，可能在遵守這個平交道相關的這個規矩上好像不是很好。還有一些意外的非平交道的路線上的一些意外。那造成的司機人的這個心理壓力非常的大，那當然這個是有待各方面在努力啦。做事按辛苦，上下班時間又按唔固定，心理壓力大，體力福利又比唔贏一般的公務員。故做台鐵當年都要考試，3年係好3年。按唔好嘅順範，見按你繼續下去，前定人畢業就係驚會影響到按多出差人嘅人身安全。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留不出來。那新進的都來不及學，然後現在去搶修，大部分都是新手。你新手跟老師傅在整個搶修過程裡面是差很多的，差非常多的。也就是說，台鐵是面對人才斷層、技術斷層，人力也不夠。面對當年做了按多錢，台鐵又見增加班次。銀行唔止等按久就有查好錯，第8部地區還想要做到從參與用嘅按價，做嘢到行下到嘅銀行。唔過組織結構就按死板變通唔得，講要提升經營績效，就像講天氣用嘅。行較嚴重嘅係講安全也一定重要嘅原則都冇顧到，台鐵想要有存廣義呢，正經係講落到嘅。